孩儿光弼、慧明，你们二位统领天命，要有夫妇名分，以方便接引乾坤元佛子，完成三曹普渡、收圆大事。恳求老母慈悲，收回成命。孩儿光弼无才无德，实难担负此一重责大任。恳求老母慈悲，另选大限。求老母慈悲，孩儿慧明无德无能，实在不敢领受此命。况且孩儿早已一心清修，如今这夫妇名分，请恕孩儿不能接受啊！求老母慈悲，这样的安排恐将遭人非议啊！求老母慈悲，这事儿一旦传扬开来，恐怕他们二位难以服众啊！是啊，求老母慈悲赦罪，孩儿实在不敢应命。求老母慈悲，这的确叫孙小姐为难啊！恳求老母慈悲，另选贤能大德，孩儿恐难承担此任。求老母慈悲赦罪，孩儿实在无法接受。你们再不接受，就是违背天意。孩儿宁愿死，也不能接受啊！上天震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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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，你们瞧瞧，门外天闪，龙吟密布，天亮色彩，我都昏乱了。哎呀，你们就快接受吧！哎呀，这是天意啊！为了大体的着想，我们就接受吧。天呀，各位呀，大家多谅解呐！社会必须为众生有所承担呐。高有主持众，以免众生毁灭啊！是啊。或许上天安排，自有道理。个人明觉思想，天下众生分此有一道，你们二位就快接受吧。是啊，快接受吧。接受吧。孩儿领命。老母有命，天意难违，大家亲眼看见，亲耳听到，我相信这天命肯定不假。所谓有德者必受命，从今以后，我将拜二位为师。弟子吴贵卿叩见师尊师母。不敢当。弟子叩见师尊师母。弟子叩见师尊师母。天恩浩浩，慈辉长，薪火盛传，玉白杨，玄之妙义，垂绝度。